续来看这个面册，有一个卖奖页，也就是粉丝专业，叫做武良公关公司，昨暝打出着一份的文件，暗指国民党计划找人偷袭陈时中，而且这个文件面顶各疑似有蒋万安、立委洪明凯、李德维、甲市议员徐卡心的签名。徐卡心早起来开记者会，讲从来毋捌看过这份的文件，啊，这个签名嘛是假做的。伊讲针对这假消息哦，看一个就要告一个，绝对要告到底。啊，伊嘛指控这个网军甲民进党内部的关系无算清。啊，那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是来回应讲，这哪里拢有卖奖页，无需要替这卖奖页来背书。任何在网络上继续转传这个抹黑造假的黑函的人，我们都是见一个告一个，绝不姑息。台北市议员徐嘉欣骂网军讲用无实在文件甲抹黑，甚至伪造真侪政治人物的签名。粉砖武良公关公司伫昨暝抛出这个文件，特别注明徐嘉欣甲蒋万安内底有写讲，爱利用社群媒体操作公论，建议找人对这候选人去翕。下骹还有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、立委洪明凯、李德维以及徐卡心的签名，因为徐卡心讲伊根本毋捌看过这份文件，竟然好风讲是签名，这是假的。来揭露一下这个民进党的一条龙式的攻击。他曾经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分享过，他是民进党的党员，包括党政字号。怀疑这粉砖的行为是民进党高层意思，要求民进党出来面对。说现在的粉砖跟很多政治人物的这种所谓这个直播也好、邀访也好，这是很普遍的，也不表示我们必须要为这些直播主或这样的脸书做100%的背书。这个武良公关公司有民众发现讲，伊捌甲立委林静怡做伙开直播。以前都会觉得说，你不管说什么事情，你说哦不管啦，你就是我护航党啦，没有什么自己的论述啦的那种。捌甲立委开讲讲政治，啊，即马开设着散布假消息，就有可能爱惊法院，嘛伫选情增加真侪纷纷扰扰。